得还不错吧？他只点头而已。懂。这个黑曼宁粥哎，哦，这个是家珍卤哎。家珍做的好吃吗？好吃。对呀。今天先而家介紹先，我哋家珍，你見佢啲嚇到！嚴重呀！見到一睇到腰包已經係解啊！清啊！入邊要兔雞嘅雞腿，哦，你干不改啊？金毛煮好迷路的啊！好可怜的雞哦！咱中國間花花草草種球冇出現嘅啦。沒有哦，咱不跟選舉師傅跳福利嘞。有呀，有紅啊！會不會等一下？手指頭會不會切開來分不清楚馬該係主木影，馬該係主指條啊？放棄好不好？其實輸的獎品超好的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係蘇坤，一家之主，我係김수。係白票。今日同朋友哋來到嘅股票。苗栗市，錯，而且苗栗市哦，今年董站對我講，漢尼白黑公啊變成節目的顧問的時候，我要來參加。哎呦，台北苗栗市來參加。好，對因為讓馬莎窮哈。哦，絕對不會是你，我的玄彬啊。哦，該會被剪掉。該不會，我那時候來當廚師。好嚟，我講苗栗市今年凍到啦，好食咩好，好料咩好。唔過呢，地下留伴潛水站來分享，先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先生，分享到盧俊斌盧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盧師傅。盧師傅你好，3號嘅小街道係青有鳳姬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黃偉，大家好。姬師傅你好。好。你剛才是不是忘記徐師傅的姓？沒有，剛剛差點講和傅宇重燃到加個形容詞，但我想說挺好笑嘞。好，3號人嚟到分享到我要去潛水站係兩公婆哦，分享到嘅係曾志國老家珍姐分享，來，放呀，哎呦，還情侶裝哦。對，哇，他們是開心的一家人，女兒見唔見沒有來？哎呦，好，啊，3號嘅小街道係媽媽老妹嘅強項，溜肉蘭老來用先。大家好，來，放下，好可愛喲。兩個要面熟嗎？嘅來啊！哦，台北劇都會參加過。真給罵啥？我怎麼可能會記得那麼多人？上看啊，賴詩漢，就是做那個紫蘇演其中那個的。哦，你有冇看到苗栗市寬肉店嘛？串燒都發現不錯嘞，很好吃哎。超係堅。愛聽，有英雄，懂好吃，懂厲害。所以今年吼，昨天把這個緊張的心情放下來了。對，可我們這邊厲害了。哦。曾志國老家珍哦，唐講呢，佢攏喺同學家珍都台北加來苗栗做客家新橋。哦。咁啊，會講客家話冇？一些些嘞。客家男人還不錯吧？他只點頭而已。懂。剛剛斜眼看了一下政治哥。所以呢，我來分享哦，大家都苗栗市有嘛個鐵山做老太太分享下。你有冇開饅頭？我哋苗栗有開一間保衛店啦。哇！有冇想講會開保衛店？新開始就是因為生年了會生嘛，就想我自家來做嘅，今日連沙都講，冇聽啷個做到嘅，做得好擺然後將就出來開店嘅。啊，苗栗市嘅鐵山呢，就係曾志國老家珍姐，也不開保衛師傅呢有名。唔但想安用哦，該下預講到我們的烤肉店沒東有名啦，吼，對不對？邊啊，係嘅嘛。我除了倆龍燕店啊，還有什麼好搞好食東西，做得老大家講哦。特別介紹哦，苗栗市嘅夜市嘅青鬧熱，真嘅。東道攤位、香嘅都會全部有。哎呦，永欣姐，你是美食達人吧？好，因為我看我身材都點好身啦。你跟他講，你好難形容嘅。係啊，今日講呀，夜市嘅整件農站的，因為幾多貨茶條出來就多誒。哦，不說當防片，全台灣的朋友都做得來。除了兩個以外呢，吼，講真嘅都苗栗市還有一個係百年古蹟，聽講的，也特別有一個文創雅也見廟啊，吼，都苗栗南苗市場呀，no boy。大拜呢有這個有沒有柿子開中門？一聽到有包括你係靠到博士啊，靠到 Golden Ticket， 你會讓我貼片開門，那是一個很光榮的時刻。我們家就有3個人走過。唐公一行係全台灣
only one 的哦。唔错啊，真然喺动态嘅讲用哦，因为哈已经喺帮人顾忌，所以呢，太起家里都没有历史的世界，除了是好食的东西啊，做得去老呀文创呀 Q 一下拜一下做得拜看下哎 Q 到好神嘿，奇。边个要边好聪明边的个聪明的，敲你就当你一拜。嘿，每天拜，叫声都拜，俺不挑没拜。对，大家去看一下今年我煮嘅東西咯。好，莎莎打開呢本大家看一下呢度喵力食平台食嘅東西咯。哇，清涼解渴，怪喜滿，給我一個氣泡水好不好？先給你吃一顆，要不要？對。來，哎，還沒吃這個皮嘅，還沒吃。哦，來培養到哦，第二個泰國董永苗，哦唔過係苗啲永苗咩都台北。嗯，張永康，永康哥啦。哇培養。宋太公，哇。太公，來。哎。总太公，你做下怪喜莫董油苗啊，唔俾你做起吧，还没董油苗哎。谢谢。唔係嘅都會做嗬。哎呀，因為會做訓練營嘛，佢做一個。哦，怪喜莫係好好老太太燒機嚇。譬如中藥啊，你做神跳做梅。哦，哦我有線哦。當年吼搶命事件吼，前後做迄梅嘅散機。啊梅啊，你摘倒來吼，啊你做神準備桶誒來用啲桶煮一杯，用鹽用啲爐，哎，爐經一壓以後吼，鋼印啊你做做留個濕水吼。它給瀝退以後，啊，你煮老梅吼，老桶，老桶，嘿，差不多11的桶11，嘿，誰10誰1？ 10份的梅，哦，一份的桶，桶差不多一樣啦吼。其實吼，你蠻死推啲金鋪的吼，啊，你 Google 全部都搜尋得到。哦，哦，啊，唔講，哎，啊你一聽跳州，哦，啊，做到好食就會經驗的啦。係啦，哦，天生吼，哦，試試看啊。好熟呢。哎呦。好好吃！小三木煮這邊動態啲咯。哎呦，哎，你還冇準備啊？會不會你斷到嘅？哦，你是1號。你是1號哈？哎，問一下家珍，你懂嗎？搞落來之前，沒嫁進來之前，你學過紫蘇眉毛？怎麼可能？啊，那我們要更努力的傳承客家味道。等一下可以帶回去好了。哎呀，要給梅的水啊，拿來泡飲料，泡酒。放冰塊，變個冰下去。這個我再帶回家好了。好，那你跟那個家珍搶一下。好，正式問一下，你感覺10 kg 咁辦呢？好食。好，原本呢，你用紅泰國啊，拿來按針掉嘅一個怪喜梅。睇時間呢，就會拿一個來進行第一關的挑戰咯。布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，用隨地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菜地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路菜。到底哪家嘅明星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蛋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好，第一關呢，拿一個怪喜梅來做料理變化，我好期待，待會可以吃到紫蘇梅氣泡飲。紫蘇梅酒沒走在可以，單純到就好了。風吹帶來料理黑馬雞，梅醬肉片。哇，梅醬肉片呢？啊，不是氣泡飲哈。哎，這個名字是不是有取錯？應該都愛的梅醬肉片啊。哦，還要它好燙啦。好，等一下談看一下，咱最今日要做嘅料理係怪喜梅開船。好，大家有信心嗎？有冇？有哦，大家加油嘍！比賽倒數3、2、1，搶回事。好，可惜咯，可惜咯。來感受一下我們愛的料理吧。好，來了。把握住愛的原則，就做得做出愛的料理了，好嗎？有，一定有。我看那個肉好漂亮，好漂亮，真勁，好像在故宮裡面看到的。嘿哦，該不會就是？沒有啦，沒發現。阿母，你看它很用啊，這是什麼肉？三層牛。來，這個黑曼你粥哎。哦，這個是家珍滷哎。家珍做的好吃嗎？好吃。對啊。做乜嘅外門機吼，觀眾朋友在家附用咗按到家珍。我幾條聲自己介紹，先生跑到家珍，你見佢啲啊？嚇到！見到我跑到腰都已經係假啊！天啊！哎呦，好了，所以家珍煮了能說不好吃嗎？好食。我覺得我們這組很快，係啊，所以我們等一下再回來。好，那你們要吃吃看家珍做的梅子嗎？走得起款嗎？這個分量有夠嗎？走得，還養。哎，不一樣哦，上街下食個冇強濃哦，你好硬掉。哦，但係比較脆。家珍做的果然好吃哎。哦，
哎，你係講伊冇食過，睇到白冇食過，难怪你会娶她。娶对了，学长。你係建台的嗎？你是建台的吗？我不是建台的，但你是苗中的。我不是苗中的，因为我是从小就在苗栗长大，可是我在外面离开苗栗很多年，然后我就小学就离开苗栗，跟我爸爸妈妈都台北，啊我都立了一天，千万要给天要转苗栗。啊，你係傳統苗栗啦，一線起啦而。且他是怎么样把台北的女孩帶回来，帮苗栗增加人口这样。对对，超。好，等一下这样都最短。来孔家片咯。哎，哇，阿姐，有庆祥哦，鋪嘛嘅，也边有兔鸡鸡腿，哦，這個就改啊，啊，隔壁零三球嘅，哦蓋皮啊南就講你衣服下，金毛肚好迷路嘅啊，好可憐的雞哦。我也感到悲因為迄隔壁零三迄號把無拄好熱到一點啊，哦，哎呀，好山好水呢。阿姐，剛剛講，應該哈有用那個拐式的模樣來請我們試吃誒。哎呦，做唔得樣啊，你來做菜，你要猜拳，兩個人食一碟，好可以食一碟。我自動放棄。好，我也放棄。你卸着，你也卸着好，先幫抬高。隊長，隊長哈，哎，好好選，好好選，肯定好選。是妞蘭阿姨座位嗎？佢已經9年做嘅，我已經做第6年咧。這個是你的第幾個女兒？老大，老大有乖冇？有，係咪同夾在？有，同口講法，同我講話，同我講法吼。佢會平常有煮菜冇？有，佢教係你教佢嘅冇？係啊，佢煮乜嘅菜最厲害啊？冇解做開哦。乜嘅煮開啦？這道菜哈，我係哈，有一隻醫生就醫老我就講哈，沒有含有豐富的膠質跟鈣質，鼓勵大家多食嘛。結果佢講人媽媽要按聰明，我經驗我加梅嘅落去，因為加梅落去哈，讓它會吃進去可以更吸收。真的。所以女生吃了皮膚當講，啊，誰來選咧？當然到。日日就來選。你沒有用了，來不及了。所以呢，鼓勵大家多多食，也係古早味的梅漿，哇！這是精華。以前老梅醬係冇？好好食。跟阿婆做嘅冇？對，我媽媽特別謝謝就按個煮飯就食啦。按個做是6碗飯，如果也要減肥，唔好食按多飯。你看港幣啊？哎呀，他變一個聲音。哎呀，等一下，你們是不是按用差不多誒？餐都袂好咧哦，你大餐袂讓它燜一下，讓它燜一煨下。一下。是的。等一下就倒數了好，爸爸哈。用吸一下。貼下。家珍煮菜，好美的畫面哦。對，家珍平常在家裡會煮菜嗎？會嗎？會啊，你們家的家珍呢？會啊。你講啊，你敢講我就敢聽。這可以啊，這可以啊。又煮菜嗎？唔會啦，簡單就會煮啦。嚟到南莊出嚟噶，佢就帶到維氏，結果3萬呢滷水中凍到，呢個唔去參加一家之主嘅節目，千兩集唔是錢，真勁哦！當簡單啊，當簡單。泡面嘛。那家珍也到台北嘅時節，在台北的時候是會煮菜的嘛？就會煮菜的嘛？會啊會啊，我基本卡會煮啊。那你有吃過什麼客家料理嗎？到台北最喜歡的薑絲炒大腸。好生猛！你會覺得我們客家很奇怪，都要吃那種咬不斷的東西嗎？又酸。會嗎？那時候。老實說，那時候我可以接受那時候。但是我們現場都是客家人，你好好說。工作人員一半也是哦。好的好的。啊，我們不是這麼兇狠的民族啦，我們是很廣接受太其他目標的意見啊，真經東南亞。所以你哋學生別個係啊，別個分幾啊門頭。要出油係嗎？是哈，對，還沒邊出油，他先邊出汗。邊出汗的啊，你們3個男人專攻人家老婆，把人家老公放在哪裡？啊，我這個年紀你不用擔心。對。曾之狗，你們家的活招牌應該就是家珍吧？對，大家都蠻喜歡他的。對，真嘅。好，那我們先過去一趟。那就孔家片哈。
哦，我你过来了哦。系啊，哇，你是台寸哦，澎湃哦哈。很俺妈妈试试一下，Q 米油。哇，来，动作好哦。好食哇，好食哇，冻食哇。好食哇。哎，玉兰姐，你学一下永兴刚刚这样，哇，试试看，走对吗？哎，他们路线那你怎么教出来这样子的呀？那是基因调整过了。进化？进化。天哪，我哪来我较优秀。停停个账，停停的账哦，停停的账哦。好了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要吃可能体管地度，乃不看米西卡好食嘞。啊，那个暗夜的天时啊，一定会是要给客家人的怪喜妹的，来变化料理一听懂开辟。试试看我们这边的吧。哎，你这个猪肉看起来表都冻好呢。当然是家珍标的，嘿哦，而且紫苏梅也是家珍做的哦。家珍应该被加分吧？超。我跟你说，超好吃。哎，用会滑溜啊，怎么会这样滑溜溜的？有加什么吗？最后勾一点点小小薄芡，芡对。然后因为有梅汁在里面，所以感觉该酱哦，做在爆到该手就该什么蛋糕哎呦，全部包起来了。真的，刚买落去煮牛那边都含个 Q 哎，牛腩筋之后牛板，好吃。啊，永兴姐来讲一下。呀，抹耶哈有自然的天然酸，所以这个可以软化肉质啦。所以懂咪咪，清好食。不过热天啊，安尼都开皮啦。哎，真紧厉害哦！不应该加针鼓励一下，体力白走开，梅子走到安好是真紧唔简单。他今天已经受宠若惊了。我莎莎都写蓝嘴哦，懂欢喜。酱味豆豆，这个酱是精华。不过兔给肉一天都吃够。哇，兔给我等下也要吃。而且这个鸡是麋鹿的鸡哦。到底是麋鹿还是鸡 ？Google 模度后小块就好。麋鹿哎，小的。尝尝看，大家尝试看啊。好。我都南庄出来噶，母鸡就带到怪时。结果3万的芦笋中冻到，俺我妈妈动聪明讲，去老去问，老去买地位好冇？你猜猜看，金勇讲。总得买哦。你讲我参加一家之主的节目。轻量价50钱，真紧哦！放在动乡啊！用3万要倒闭吗？对啊，3万的人，原来热情呐！3万的人就会按下哎，观众朋友，假使你不看好，请你莫关系哦，你死差了3万有。对，这边路边哦，每一家都很大方。哎，好好吃哦！我给它5用宽，这么厚哎，当盆的，人家5用会蛮的啊。鲤鱼，哎，家珍感觉嘞，感觉蓝水做的。自己做的不错，大姐那边也非常的好吃。哇，对，他以前是公关系毕业的。真的讲的，不温不火。那郑志哥呢？第一摆是段开6米了，隔壁嘅怪事啊吼，这边一个桥梁用的，用到了点用哈，这样第一摆是段。对，好，可以了呢，美黑东南平呢，先来唱鲁师傅唱本书。哇！家珍的料理，你觉得呢？家珍的再接再厉，看一下金鸟凤七师傅。哇！家珍姐，你还是看得出马上还进来。他没有选你哦，家珍姐。马上还改家珍。啊，卢师傅公款。你那片是诞生用了好怪师妹，了后又豆蓉伊大概酱料下去，嘿，还有了后又泡过，后期个主食材又泡过，当为做个酱。还有最主要香梅去又倒伊只个刺的个怪事下去，增加个倒个香梅了，嘿，迄两片就会穿冻好食啦，啊，七师傅你嘅想法咧？我某本家珍姐有啊，了下沙头，不敢。该主要按个剪到下擦掉，下擦掉，因为应该是多个配哇
所以腻吃到家珍煎的不好喽。无家珍你煎到冻好了，是差一点点的甜。本来因为一般本吃差到1分甜99，差1分。啊，你片了，我本意嘛个按照创意料理，我也感觉是讲该有鸡肉该鲤鱼海做，挑豆有渡河，跟酱汁有渡河，好食啊样啦，所以我本也片啦，拍摄啊家珍姐。没关系，你不用跟我们道歉，我回去再道歉就好。哦，咱们想讲哦，好不容易离开家里，结果咧都节目当个YouTube到家珍。好啦，体育馆听听唔怕，怪醒目嘅做编码料理呢，马上嚟先嚟看一下起司部帶來嘅4個料理咯。中埔素卤菜。好，今日又到位起司部嘅 show time 咯，今日來嘅料理有乜名？紫梅呱呱雞，紫梅呱呱雞，紫是係乜嘅？紫蘇梅，啊梅是梅乾菜哦，唔係紫蘇梅哦，吼梅乾菜吼。還有咧，係啦，呱呱咧，呱係苦瓜、南瓜，吼，還有雞咧，哥哥雞，也是麋鹿的嗎？冇麋鹿，許昌賣嘅。係啊，吼。啊，你還買辣椒啊？辣椒哦，吼，你配色甜吼，來開始咯，吼。好。哦，還有準備買嘅粉啊？該係番薯粉啊，點解要鋪吼？哦，好。哦，來，我哋先鋪嘛，該咧，係芒熟嘅，對。哦，小心哦。該芒熟哦。芒熟。那它怎麼顏色那麼深啊？而家間咁嘢強下嘅，吼。超快速。係哦。小心哦。哦，坐低。應該就選時間係麼？因為按記得。因為啲油溫有嘛，渡河安尼燒，渡河啲3種東西變落去是渡河熟嘅。哦。要選時間嘅啦，吼。睇緊有昆蟲色嘛？哦，揾番薯粉咯，吼。番薯粉，吼，然後先來炒。我炒乜嘅？炒乜嘅呀？炒梅乾菜。哇，這最香的呢。係啊，最香嘅嘛，吼。啊，聽說會用鹹菜乾嗎？鹹菜乾撈雞。苦瓜蠻搭的，你等下做在上眼你沒做得食咯，吼。哦。那這一碗是什麼啊？乜㗎？該係冇講到你一碗係乜㗎？你係該紫蘇梅切到油油嘅。哦。辣椒啊。有去籽的。好，兩妹一加邊一點蚊先落來停好，一點點啊。哦，用心就會停住喎。哇，羨慕我吼。好，點蚊半夜煮一下吼。師傅，差不多看到嘛個水就會冰水啊。大概是怎樣的時間就要放水？應該梅乾菜每頭條先要炒出來咧，是冰落去半夜煨一下。哦，切到油嘅紫蘇梅，好，冰下去，來調一下味道。你是通熟的。哦，你是干啥嘛？不是。好，安是辣的哦。好，可以燒。最末一滴滴的哦，哈。好。哇，這有沒有顛倒？沒有沒有。這是剛才的我們盧師傅顛倒過來嗎？沒，盧師傅的我要再講，他的是不平均的，這兩個是等長的。哦，還用什麼嘞啊？差不多嘞，還有一個步驟哈。那剛剛剖東西嘅時間，你怎麼知道該用去熟嘞？那看你啲嘅。那觀眾朋友怎麼知道呢？看用是做得你看。哦，東下魚做得東下魚做。該放那關一下哦。每個不用豆蛋糕。哎，大家都傻眼。有冇用咯？沒有。傻住了。咩講法？你係咪講啲啊？你係紫高麗菜苗。哦。哇。紫高苗。紫高苗，啊，嚟啊玉米苗。哇。玉苗。你睇上講街花花草草當叫冇出現嘅啦，係啊，哦。他們應該選舉師傅跳學藝咧。有係啊，有紅啊。生氣了。好，嚟啊。哦，嚟花花草草。那請問一下，外面這一圈都不能吃嗎？該做得食，而家做得食咯，嗬。樹根已經食係嗎？哦。未做得啦，樹根已經做得食咯，嗬。誒，日日門哦，要門天外門哦。冇門天嘅是差唔多好咯，要買門天嘅門麼？你都變魔術啊！係變魔術嘅啊！變魔術，太驚訝了！見證奇蹟的時刻。好，見證時，拍手。好，點麼？好，紫梅呱呱雞。靚樣就好食咯。
了这个农家，让我想到了花好月圆，人团圆。团圆所以大家穷下开去啦。的是好默契师傅，是出来嘛吼，无可能。好，今日的题目係嘛嘅？罗君演讲吼，放妹做过唱妹来，达讲做过论顺来，是象征客家进心的物界咧。A 代代相传 ，B 刻苦耐劳。红梅做过青梅来，挑干做过嫩笋来。好，先来猜拳，要派谁呢？马上猜拳，来，走，这边。好，咁啊下毒機哦，呢種推俾你哦。不會。剪刀石頭布，你講出來。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，沙头。好，袁老剩贤哈。我们赢呢。嘿，第六张，好，那拍那的那剩贤。應該係 A。就是開高擔廣告喺嫩笋來，應該係推單個做過應該係 A，我們選 A。好，一道先。用這答案最動唱的客家人的精神。啊，你本來係什麼界嘅？我帶啲媽媽來當然上 A 啊。哦，啊冇可能做咗選 B 添啊。啊，你係門機。唔怕，梗係就選 B 咯。好，到底答案係 A 又係 B 咧？答案係 A。看一下做乜嘅咧？放妹係唱妹變嘅，答案係又該做順便做個紅果變。答案象徵客家精神，代代相傳，所以答案係 A 哦吼。客家精神冇忘記。千年來，你也會唱？我覺得有點像星星腸啊。會不會等下？會不會切開來分不清楚乜嘅係祖母營，乜嘅係祖枝條啊？我們放棄好不好？其實輸的獎品超好的。客家精神冇忘記。千年來，你你也會唱？哎，你有沒有唱？你之前有聽過嗎？唐月生，是不是你們家有卡拉 OK？哎，通常那個客家本是在前幾頁。筷子全部給我們，因為你們吃不到。想說你忘記了。哎，剛才咪講樹嘅，應該是春天改發嘅。誒，你得做食法，等下半夜食法哈。哇，來吃吃看呐哈，排泄哦，牛腩雞。哎，牡丹場是排泄牛腩雞哦，永興姐也對移動排泄。對，我哋會流口水咯，看要按好食。要曝光嗎？應該係白馬沙。因為想他都一定要養啊，這樣有好食啦。哦。佢係用鹹菜乾先炒到咗嘅香味，用鹹菜乾嚟咧香味畫龍點睛。我冇食到啊，有皮到鹹菜乾的香味。所以牡丹場係怪事嘅摩爾梅西啦，還有那個鹹菜乾，都是這兩個都是客家經典的。家珍感覺怎麼辦？我覺得這整個密西融合得很好哎，尤其這個擺盤真是視覺跟密西的一個饗宴。真的。故意 Q 擺盤是想吃這個花吃吃看是嗎？沒有，那真的可以吃啦。對對，因為剛剛那個主廚說可以吃，真的覺得應該很好吃。應該不好吃，我吃過。但是可以吃，是真的甜的，它是很養生嘛。很養生。啊，政治哥呢？師傅用那個副瓜，然後要鹹菜去搭入嘅。這麻椰鮮這個是很不一樣，你說試過米湯，真很不一樣，對不對？而且呢，剛下老梅以外呢，又加一個會上減嘅，一個泡菜落去，古時嚟講米西變化哦，本太子講上嘅多米湯全部包到底度，又講呢係一個台菜，但是呢，我要來講一下，因為呢亞冠雖然講補出養嘅有食到，可是剛才藍隊得2分，我們紅隊要加油了，吼！好，加油加油！我們就放輕鬆咯。好，馬上就會進行最後一波米館挑戰咯。料理逢6點，梁翠會用現改嘅方式結添主要食材，3點完成總鋪時實天我做嘅料理。啲之前都唔會觸到乜嘅食材嘅情況底下，梁翠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失亂分分麼？一家之主，安利水來上菜嚟。好，各位要嘅
个料理风流等的时间呢，我们现在已经身经百战，马个色彩都唔惊嘞。嘿哦，这里，哎，还有款题目哦。选款题目好，吧，先款。因为等一下也会丢掉嘛。哦，青菜款就好了。青菜款的。对，今日做係乾炒牛河。好。哎，往个系牛也系好啊。我就是干。哦。应该往妞妞啦。往妞妞哦。可是牛河是板条吗？没有，不是牛肉河粉，没有。来，先派出代表猜拳。玛莎，你两三玛莎好好润，谁的运气好好？来啦，玉兰姐啦，都 OK。玉兰姐今天太少画面了。你看这猜拳嘛。阿婆来，阿婆来，箭头杀跳步。耶！阿婆给你分，你先选，你先选。耶！好，我先来着，风声，风声，枪声，风声的，好，帮你开哦。干炒1、2、3啊！嘿，阿翁系冇？猪血，猪血的。啊，做的啦，做的啦。阿婆，你敢吃了哈？干吗？我觉得干炒这个应该蛮好吃的。好，来加针黄你喽。郑志哥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不是最地雷的哦。往这边开哈，好。1、2、3，打过来。你看一下嘎真的脸，嘎真，你面应该调回这么干。郑志哥也傻眼了。而且他有点太具象了，你看看。没有。好了，哎，马上数几条有秀起来。好，咱再看下。哦，你系妞妞吗？看一下，说不定作弊3种全部系妞妞。哦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对啊。哎，等一下，走在见一下吗？可以分一下吗？好了，阿婆你好好哈。这一关有厨师帮我，对不对？有啦。好，等一下再说啦哈。好，马上就有金行最杯米馆的料理挑战喽。哇！啊，真的是。笑到注迷。不错哎。还不错啦，做法就上好嘞哈。而且里面呢，越南的食材越做的发现你的实力。对不对，家珍？做出馒头、牛尾馒头给你们吃看看。还有口袋哦，做得咯哈。大家有信心吗？有吗？有哦！比赛倒数3、2、1，抢开始。可惜哦，可惜。请多给我们一点时间跟空间，好吗？谢谢。好，这个师傅请多多提点。好，哇，好痛！ OK， 好痛！好痛！啊！怎么觉得有点像星星肠啊？会不会等一下？手指头会不会切开来分不清楚哪个是猪尾，哪个是猪指头啊？我也觉得。小子，我们郑志哥，你平常是有这样剁猪尾巴吗？我们放弃好不好？其实输的奖品超好的。摸死安用了，用个10秒来懂吗？他们有120秒哦，有120秒哈。啊，你有厨师帮我。好，那这边请厨师。刚你要找哪一个师傅？徐师傅。好，来。徐师傅，然后来嘉珍姐，帮我。你跟我哇，嘉珍你站在徐师傅旁边，好有压力啊！你想说徐师傅帮我？你说徐师傅帮我们。好的。还没开始哦。哎，应该干嘛的？这等下再讲一次吗？好，我慢慢讲。1、7、口角洗。哦 yes， 水加热。那可不可以一边讲刚刚加了什么？小心你的手，拜托。哦。小心你的手。安太得哦。啊！有安头。掉到我的眼前了。你等下有冇炒了？你也半个今年时候嘞哈，今年。哎，我决定吃素。没事哈。Hip。剧组但不安用全批毛哦，会不会航班哦？罗一斌罗一参加之前打天吧，罗一不，哎，今天是红绿灯吗？哦，来买罗的。等下 CJU 啊，哈。感谢水哦哈。好，做得。哎呦，看多 hip 到。了，专门人병拍，哈，专门병，哈，专门병 CJU 啊，用了。切。洋葱有啊，哈，洋葱等下切细差不多的多咯。没有。哎，你睇一点咯，哎，唔是用过。2、1，再10秒。再10秒。好，那我时间念慢一点。好。7、
啊，等下炒油啊，耶先不用怕哈，两面手在先边，然后等下两秒，哦，等下表，然后调油，胡椒粉，水落去烧，然后冻滚，然后煮一道好 OK 哈。好，起床了。刚才应该隔壁观众朋友们发生什么事情吧？我主要问提倡太去噶，在家里面煮出来直接请慎用食材，慎选食材。正经问一下你两啥，改下就正经眼睛看清楚嘞哈。干做得，哦，就好啦咯。勇敢引做强下装牌，使引做一千哈。好，应该冇问问题了哈。太多了，太多问题啊。冇使用先过去看一下，等下转过来。好。哇，阿天家做嘛？给老太家讲一下。我们煮一个很家常的木卡青菜煮，都要青菜煮做的。木卡有煮光的咩？洋葱咩？葱的咩？今日大红牌有韭黄，顺皮的，个人挑菜。葱的，刚刚就是很家常的一个家常口味的 Q 米。Q 米。诶。就纯粹就调味调到这个稀饭就好诶，稀饭啊，多是张，拜托，师傅让我指导一下，对吗？对 ，OK， 行了，做的，开始做了啊。哎，你在这当中很冷静，其实你没有来的时候，他们俩都这样，我也没办法，对，他们俩快要公开了，快要公开了，哎呦。对，啊，问一下，有冇食安婆啊？因为不卡有小朋友嘛，某个80人说阿婆嘛，切卡婆啊，好冇？你不是问你自己做啊？啊，你要10月做嘛改？啊，通过啊。你还没通过嘞没？对啊，为什么要不留白啊？按粗的啊，较粗啊。哦，有分粗有分细，是吗？要听下该会买啊。对啊，不能浪费，爱我放在旁边啊。也係阿婆切咧。这样切咧。两片毛哥没做咧炒哦，强下炒哦。开始了哈。开始冻球咧哦。对。先炒嘛该。那洋葱。哦，菜葱。葱条哈。葱条。啊，等一下个60秒会用到哪一道啊？60秒。调味咖，调味道的时候，好，走对吗？走对啦，当然走对啦。哎，这是你自己的输赢啊，要帮我们加油吗？好啊，加油！Q 的嘞，好吃呢，真的，Q 嘞，你有点魔术啊？嘿哦，点魔术。你要在看家珍好吗？都等一下啦。OK。哇，有样子了。有啦，你刚刚挺小力耶。你给打开看。太淡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刚才加水，我加一些调油。帮你翕唔下哈。负责对，要翕到银味哦。好。米酒。哦。火做得哈，280。做得。变一下。好。该差不多了嘛哈。差不多应该是做得不要那么硬。做得，我做唔得倒进去。全部吧，要加汤进去吧。一丝丝。是同时不？照炒哦哈。干炒。稍微炒。有需要那么快放进来吗？因为还没入味会不会？中火的哈。你要是不是试一个看看？看有银味吗？做得试看了。加汤进去。一点点的熟。有银味吗？有熟哈。好。味硬哈。做点嘛哈。好。好了。喊出一点。按是差不多了哈。按做得嘞哈。差不多了好。我一看你还揽出来，好吗？对，关火。盛盘底下装哦哈。好。一定活力啦！真的哦，我们也要哦。开火可
原本很上讲，记到手度该猪尾巴纹蛮对哦，而且你们还没用厨师天出来哦。唔会的。没做得唔是用没做得啦。哎呀，是造孽在奉献。你改做安样啦？你有浸少水哈？有通过哈？通过的。哦，两片冇强壮哦。通过的，通过的。佢家下看到你手度该猪尾巴该时间很上讲，哎，昨天切薄片吗？切薄片。说猪尾巴吗？哦。怎么切？你看我们看出一节，切一节都快要。会动辛苦用的感觉哦，感觉，差点切到手指头。真的哦。所以其实老该60秒钟多该切猪尾巴。哎，糖都边边滚啊，边边滚，差点拆台。应该条啊，会大左去种啊。冇啦，條啱硬堅用，人個神啊！我怕到大左去種哦。哦。冇吼。这个干炒哈，一定要炒到干干的。是的。喊嚟，哎呦，勾芡，拉薄芡系吗？拉薄芡就好了。哦哟。哦，冇強嚟做哦。啊，等一下我炝條肉嗎？黐一下。我家家有黐嘅呢，我媽媽講唔可以食暗鹹呢。我係我媽媽吃試下好冇？啊，時間咪把阿包。所以切梅頭是好嘞啊，差不多嘞哈。來倒數了哈。做得冇？你半支試款叫做冇門機呢？做得冇？怎麼了嗎？你壓到腳嗎？好，倒數了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時間到，馬上就來吃看那最杯米館，內部卡張係你嘅太重福咧。哇，兩個呢，算係本大家可以念嘅啦哈。煮米剛剛我們也做了很好的處理，真的很棒。吃看那，一定要吃到豬尾巴部分。因本身敢是豬尾嗎？我敢。哦。膠質很多，妹妹，繼續動火選。好，太高了，吃看哦。哦，好香哦，超香的。我們的乾炒好好香哦。乾的。太少啊。夠香。咩舊紅咪香香。阿姐，你自己感覺咧？好食。呀，豬妹以為會啱啊。Q 的嘞，好吃呢，真的，Q 的嘞，简直不可思议，很奇怪哦。你有变魔术啊？嘿哦，变魔術，今日見到佢手到個豬尾巴嘅，覺得嚇多哦，唔知我講乜嘅，結果誒，不錯誒。好，本身難吃來吃看下咯，哈。誒，呢度係豬風哈。好，開始咯。哎，我家啊，我都諗住係咪糖度印住這個上鏡啊，就是要做酸辣湯。酸酸辣辣。酸辣辣的，它就痛。是的。酸辣粉。就要從個泰式的梅子咯。不是的。家珍，你吃用班，跟外面冇用的米西呢，很特別，很特別，很特別。郑志哥呢？哎呀，東昌一種。公司睇嗰種酸辣粉啊，對。係啊，係咪因為要加蒜絲啊，所以感覺我當開皮啊，當開味啊。因為啊，熱天啊，大家會安尼食唔落飯啊，應該冷水啊，硬起食。不錯。阿婆咧，你感覺咧？好吃嗎？好吃。怎麼樣的好吃法？哪一個好吃？很好吃。很好吃，哇！真見同針掉哦，有冇 Q 樣嘅感覺？好，緊張嘅時間到了，馬上呢就來先搶盧師傅搶半分數。唔怕，等下他就繼續要看一下哈，青陽鳳七師傅搶半分數。公平。你哋係咪搶數啊？盧師傅搶公平。因為一開始出來嘅題目是燥炒嘛，乾炒，所以呢一片用水好用多的就是咧，變到好濕，還有因為呢有燙過，炒過所以變到好綿，然後醬料嘟嘟好，我都是 QQ 樣嘅，因為題目是出乾炒牛河烤台個，呢一片店我手到注妹，好在叫處理好，變到炒一個是咧凍 Q 凍落去，配到咧注妹樣嘅膠質 QQ 凍落去，啊，七師傅你嘅想法係乜解？
因为了你要做像个酸辣河粉，对对像个泰式河粉，你看这个主题是冇强浓的，对对对啊，你偏偏是做个泰式的酸辣河粉，佢要实在要强酸的呀，酸到个地步。心动酸，心肝都酸的呀，所以你汉摆面做到，按个佢甲算是嘛，唔好用香葱，未当好食啦。国千家的，係去啊，好，俺哋買本料片哦，佢甲煮魚巴要煮到凍吼，我頭到是到按當嘅時間，不是到硬硬，唔係要煮好切，煮好 Q，啊佢甲乾炒河粉嘅河粉應該。其他落去炒是炒的，安是炒的，是吗？谢谢。好了，因为糖果以后了，我们这个可能对于干炒河粉的干没有把握好。可惜我汉做的加油哦。唔怕，其實呢兩組度後呢都第一關到第三關當中呢都是有非常亮眼的表現。今日呢平手2-2，2比2哈，容易逢期得到前5元的加菜金，好，誒當我非常恭喜吼，咱隨做咧得到係1500K嘅加菜金，謝謝。好，先來唱曾志高老太家分享一下你拜參加心得好冇？參加呀拜呀一家之主嘅節目啊，福到青島啊，你按感謝師傅人知道，樣辦做呀條菜呢，一樣嘅來順勢一樣嘅做，也親福到青島嘅東西。謝謝，按感謝。好嘞，家珍老太太分享一下。今天来参加有对于那个紫苏梅的这个了解，还有做料理师傅有教的更多。我觉得对于以后学习客家的菜色的应用呢，会觉得会更有心得，更得心应手。谢谢师傅，谢谢主持人，谢谢。也谢谢家珍的出现啊，让徐师傅眉开眼笑。政治哥因为觉得不好不舒服哦，因为在节目上尽量不要讲政治。好，两下问一下吼，梁莎姐姐，先老大家讲一下，你就来参加你节目，就嘛个想法，落感想哦。动欢喜啊！我妈妈吼，把十人生哦，佢聽到我來啊，佢講好哦，徐師傅要按你開講，我就按到撇步，哦，好感動吼，媽媽懂聽吼，所以呢，一隻節目動有意思，非常歡喜來參加。哦，真嘅，非常歡喜做啲看到人電影聲呢吼。哦，也按這些當做工作人員後生人咯，當善忙，當認真，天氣暗熱咯，當認真都做天數幕後嘅工作，當感謝佢哋。哎呀，你都傳承了客家文化嘅料理嘅美食吼，大家都很認真，對，為了同一個目標努力。對，我們大家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哈，最尾問一下吼，玉蘭姐阿婆今日來參加你比賽，有冇個想法、攞感想冇？攞大家講一下。哦，我真歡喜，老人家當少出門，啊，根本也冇去帶眼咯。哦，按身體按康健哦，做得去按球咧哦，就唔會痛痛吼。哇哟！其實看到媽媽這樣子哦，大陸入面係就是上一代的料理，它剛好上一台嘅那種味道，做啲大家分享嘛，對不對？互相去交流。啊，今日得到了1500K 嘅獎金，用咩嚟分？分享想形容啊！哦，啊，最尾我幫大家看下你的經典 pose 嘛。啊，預備起！好 ，OK。定影下啦，請你互相定影下。今日真同歡喜好，所以邀請到很多朋友呢，來特別互相交流。睇自家嘅數年呢，都好，面頭都冇窮憂。故上呢，學轉以後後，要做老自家料理，再個有新嘅變化哦。係啊，做料理第八度哦，做得加落去啊，兩公婆之間嘅愛情，嚟做得加落去吼，母女之間嘅恩愛嘅感情啦，吼。所以吼，無論你係乜嘅種嘅啊。感情哦，請做啲歡迎大家來家家報名參加哦。冇錯，一家之主呢就等你家家來報名哦。一家之主，你和你拜再見，拜拜。